继续来到云林的虎尾，有一对卖红豆饼的姊妹啊，所选用的食材拢是在地农作物，而且开发着真侪口味。除了伫虎尾来开店，嘛会到各种活动的场所甲市集来摆摊，希望互更较侪人食到无同款的红豆饼。伫烧烫烫的模内，有一半是红豆啊，另外一半是茶粉啊，将两种料甲合起来，刷来甲冻印，一碟就是食到两种口味。也是因为想要多一些时间照顾家人，我会主要负责在做饼这边，那妹妹就会点餐啊，然后客人的单子啊写单这样子。为了改变大家对红豆饼的印象，业者研究出真侪口味，食材嘛拢选用云林生产的农作物，就是要让人家食到在地好滋味。比如说像我们也有地瓜，然后有芋头，然后也有那个南瓜，非常多，像花生也是。为本来兴趣，慢慢发展出家己的事业，互大家食到好食红豆饼，嘛有介意红豆饼的乡亲感受到这对姐妹的用心甲热情。